虎哥，这小子想跟你讲道理呢啊！哟，要讲道理吗？我建议你们先讲道理。哎，好啊，讲道理是吧？1万块，赔钱啊！这小妞指着老子鼻子说我偷窥她，这让我非常难受啊！我受到了伤害啊！我在我兄弟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哎，过分太过分了！是他，明明是他，他有勺子。OK， 你说的都对，非常有道理。嘿嘿嘿，是吧？我现在住别墅，开跑车，身价1000万，我金口一开，一句话1万。刚刚跟你们说了好几句，便宜点，5万块赔给我，这个道理可以啊。你小子找茬是吧？哟，你看他国际驰名双标，还国际驰名双标，对于蠢货而言没什么道理可讲。兄弟们，上菜。成，哦，呸！我看你是大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